他们两个现在，可能在干嘛？在。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关命了！歌谣，月亮才到西山头，你或许缓缓地走。李公子，凌晨来的李公子，你还没睡吧？有事吗？李公子，快开门啊！是我，达巴汝。我已经躺下了，有事明日再谈吧。李公子，现在才是说事的时辰。你没听到周围的歌声吗？那都是为走亲唱响的。走亲？在今夜夜幕降临，太白星高悬时，哲罗部落的年轻女子就会到心爱的男子雕房边高歌。情到浓时，男子可带女子到屋内过夜，行夫妻之实。姑娘，你找错人了。不，我找的就是你。我以为哲罗部落没有一个能让我心动的男人，直到你击倒我的时候，我的心彻底被你融化了。公子，你快开门吧！难道你不稀罕我？我已有心一志。心有所属也不怕，我们只求当下快乐。你们哲罗部落的习俗是我难以苟同，姑娘，还是请回吧。我不想耽误你另觅佳婿。